任，我聽准份轉來了後，試到當緊張，生活環境同頭擺無相款，還想愛同家官家娘照顧好些，實接水唔好，身體也變到當煩躁。你也聽錯話啦！人講做新娘3年新人卡，因此唔對那個蔬菜還當生分啊！安尼，我愛讓選做正好，我冇想本屋企人壓力。依片下晝衛生所有心理聽點諮詢門診，建議唔適得去尋專業協助啦。安好，我來約門診時間。將同諮詢師講看看，肯陪准份共下將來，正經當勇敢。主任羅拉，我會加油啦！